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in 呢 Salt 場 Lake 係 City.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95週年年度總會大會嘅星期六午間大會，轉播自猶他州鹽湖城會議中心，演講者皆選自教會領袖。本場大會嘅音樂由居住喺猶他州北部地區嘅男女青年組成嘅唱詩班提供。本轉播係由邦尼維爾傳播公司提供嘅公眾服務節目，可作個人及家庭喺家中或教會內非商業用途。12使徒定額組尤里西斯蘇瑞長老將主持本場大會。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 we 弟 welcome 兄姊妹，歡迎參加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95週年年度總會大會嘅星期六午間大會。喺家中收看呢次聚會嘅羅素納爾遜會長指派我主持本場大會。我哋要向所有參與大會嘅人致意我哋嘅愛同溫暖嘅問候，亦祈求你哋能夠獲得主嘅祝福。本場大會嘅音樂由住喺猶他州北部嘅男女青年所組成嘅唱詩班提供，指揮係傑夫安德森，管風琴司琴係林達馬格茲。唱詩班將會獻唱開會唱詩，歌頌他。之後將會由70元阿倫菲力普長老做開會祈禱。我哋天上嘅父，我哋一齊聚集喺呢一度，
亦都喺世界各地聚集一齊，去表達我哋嘅愛，一齊去崇拜你，同埋去表達對耶穌基督嘅愛，同埋嗰啲嘅平安同埋愛。我哋感謝有呢一個日子俾到我哋，佢帶俾我哋嗰個無限嘅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嘅先知喺呢個末世去帶領住我哋。我哋感謝嗰個對你兒子嘅見證。我哋祈求你去幫助嗰啲需要幫助嘅人。我哋唔會去忘記去幫助佢哋，幫助嗰啲受苦嘅人，同埋嗰啲被貧窮困苦嘅人。天父，我哋祈求佢哋都能夠得到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喺呢個週末都能夠感受到你嘅愛，感受到希望同埋真實同埋你嘅真理。天父，我哋有好多唔確定性喺呢個世界上面，但我哋知道，因為耶穌基督呢個堅固嘅磐石，我哋能夠堅守我哋嘅聖地。我哋愛你，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而家將會由12使徒定額組嘅尼爾安德森長老以及總會男青年會長倫少芬會長為我哋講道。佢哋講道之後，唱詩班將會獻唱來聽主所說的話。跟住我哋好高興可以聽到70元會長團嘅馬可柏爾默長老講道。之後將會由70元桑迪諾羅曼長老講道。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哋：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最近一位嚟自猶他州嘅主教同我分享，佢嘅支會嘅成員對一位女青年同佢嘅家人極大嘅愛。呢個家庭嘅父母因為一連串美好嘅經驗，決定重返教會，返到救主嘅身邊。喺佢哋同教會疏遠嘅期間，佢哋10幾歲嘅女同一位男青年有來往。呢位寶貴嘅女兒重返教會之後，喺女青年嘅見證聚會入面感受到天父無比嘅愛，於是下定決心要更加完全咁奉行誡命。佢寫到：我在主教的幫助下開始悔改。過咗冇幾耐，佢嘅身體開始唔舒服。佢咁樣講：檢測顯示我懷孕了。我開始哭泣。我爸爸把我抱在懷裏，向我保證一切都會沒事。我的男友要我把孩子拿掉，我拒絕了。佢繼續寫到：我從我的支會大家庭那裏獲得很多愛和支持，讓我非常感動。我的主教和女青年會長不遺餘力地表達他們的愛和支持。我看到主的手指引着我和我的家人，像我們支會這樣的支會，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大家庭。對和我有相同處境的女青年來說，更是如此。就喺今年2月，呢位女青年佢嘅家人同埋佢哋嘅支會嘅大家庭，充滿愛咁迎接咗佢哋嘅 BB。先知羅素納爾遜教導，主真實而活着的教會的一項特點，就是他永遠會以有組織的方式去施助神的每個孩子，像他那樣懷着愛心仁慈去施助個人。當一位單身女士發現自己意外懷孕嘅時候，佢所面臨嘅健康問題、靈性混亂、尷尬、財務嘅煩惱、教育問題、婚姻嘅不確定性，同埋夢想破滅帶嚟嘅悲傷，可以喺痛苦同困惑嘅時刻，另一位思想周全嘅姊妹做出一啲會
帶嚟深切痛苦同令人懊悔嘅決定。我要對嗰啲曾經因為人工流產或稱墮胎或者參與人工流產而深受痛苦同懊悔嘅人講：請記住，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神能夠醫治過去。只要你懷住謙卑同悔改嘅心轉向佢，寬恕係會透過救主贖罪恩典嘅奇蹟而嚟到。生命誕生嘅神聖性通常用2個字有關：生命同埋選擇。生命係天父完美計劃中最寶貴嘅部分，而按照佢嘅吩咐，我哋珍惜同保存生命，同埋選擇延續以孕育嘅小生命。我哋亦都珍惜道德選擇權呢項恩賜，而且支持神所認可嘅正義選擇，亦就係帶嚟永恆喜樂嘅選擇。當一對男女身處喺咁不安嘅情況嘅時候，我哋嘅言語、雙手同心，能夠喺靈性、情感、財務上祝福佢哋，令佢哋能夠感受到救主嘅愛，就好似亨利艾靈會長教導咁樣，幫助佢哋調整靈性之眼，從他們認為自己看到什麼，轉移到他們還看不到什麼。達林烏克斯會長講到，我們對人工流產所持的態度並非基於已知的知識，認為生命從何時起算，而是我們知道神所有的靈孩為了一個榮耀的目的，必須來到這世上，而每個人的身份早已在受孕懷胎之前即已存在，在隨後而來的全永恆中繼續存在。關於尚未出世嘅嬰孩，主透過總會會長團同埋12使徒定額組所講嘅話，從未改變，亦都呼應歷代先知嘅教導，使我哋能夠清楚咁了解主想我哋點做。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認為人類的生命是神聖的，因此本教會反對為了個人或社會的便利而選擇性人工流產或稱墮胎，並勸告其成員不可接受、執行、鼓勵、資助或安排這類人工流產。主容許在下列可能的例外情況下參與人工流產：因強姦或亂倫而懷孕，或經合格醫師診斷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面臨重大危險，或經專業資格的醫師診斷胎兒有嚴重缺陷，無法存活到出生者。總會會長團繼續講到，人工流產事關重大，即使在這些罕見的情況下，唯有在需要負責的人透過祈禱獲得證實的答案，並與他人商議後，才可考慮人工流產。30年前，主嘅先知發佈咗一份致全世界文告，其中包括呢啲話語：我們宣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結婚成為夫妻的男女，才能運用此神聖的生育能力。我們宣告，這種創造塵世生命的方法是神所制定。我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和其在神永恆計劃中的重要。養育同保護尚未出世嘅嬰孩並唔係政治立場，而係主透過佢嘅先知所確認嘅一條道德律法。曾經於總會會長團服務嘅小魯賓克拉克會長講過一段說話，當中美妙咁描述今日嘅青少年。教會的青少年渴望屬靈的事物，他們極想學習福音，他們要的是明白的、純粹的福音。他們想要知道我們的信仰，他們想要獲得對真理的見證，他們是探究者、真理的尋求者。讓我哋同喺屋企嘅青少年，喺慈助會同長老定額組聚會入面嘅兄弟姊妹，都更加經常懷住愛心同諒解咁去討論主嘅貞潔律法、生命嘅神聖性
同埋點樣照顧仲未出世嘅嬰孩同佢哋嘅母親。一位親愛嘅姊妹寫信同我分享佢幾十年前嘅一段經歷。我17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懷了孕，而我的男友幾乎沒有給我任何支援，我感到既羞愧又孤單，但我從來沒考慮過要人工流產。我有充滿愛的家人和主教，我定期和主教面談尋求指引。我向神求助，也研讀經文和祈禱，並透過救主和悔改的過程找到力量。我得到祈禱的答案，那答案令我無法否認。雖然我感到心碎，但我知道我該把女兒送人收養。我祈求能有勇氣，也透過悔改，清楚地感受到救主的愛。我知道神會回答我們的祈禱，並增強我們的力量。一對慈愛嘅夫婦收養咗呢位寶貴嘅女嬰，並教導佢福音。呢位小女孩而家成家立室咗，擁有自己美滿嘅家庭。有時候，保護生命嘅過程可能伴隨住極度煎熬嘅困難同埋不確定性帶嚟嘅煩惱。一對我同海西喜愛嘅年輕夫婦最近寫信通知我，佢哋即將迎嚟一個寶貴嘅嬰兒。呢位爸爸寫道：當我的妻子懷孕10週時，我們發現我們的奇蹟寶寶患有3染色體21症的遺傳疾病，也就是所謂的唐氏症。我們感受到來自醫界的壓力，要考慮終止妊娠。幾個星期後，我們發現我們未出世的孩子，在他人生的第1年就需要做好幾次心臟手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熱切地祈求神的幫助。我們感覺到聖靈給我們安慰，我們獲得啟示，了解我們的女兒是天父的清嬰兒女，她渴望來到我們的家庭和這個世上。呢個 BB 嘅媽媽寫道：我們對這個消息感到十分震驚、困惑，真的是傷心欲絕。當我懷孕14週時，我們發現寶寶的心臟有多個先天性缺陷，其中一個還可能致命。我們在懷孕10到18週時，看過無數的醫生和專家，每次看診時，他們都會問我們要繼續懷孕或終止妊娠。救主醫治了我的心，讓我對我們的寶貝女兒感到放心和期待。天父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顯示，他為我預備了一個完美的計劃，而我信賴他。佢哋喺1星期前嘅今日，興奮咁迎接咗佢哋嘅 BB 女。佢係佢哋嘅女兒，係佢哋永恆嘅女兒。無所畏懼嘅信心同埋非凡嘅勇氣，就係耶穌基督門徒嘅標誌。咁多年嚟，我都好榮幸可以同一啲失去教會成員身份多年嘅弟兄姊妹見面。佢哋都謙卑咁尋求能夠返到聖約嘅道路上，再次獲得聖職同聖殿嘅祝福。有一次，我代表總會會長團同一位弟兄面談，準備恢復佢聖殿同聖職嘅祝福。佢喺聖殿結婚同埋生咗3個仔之後，佢對佢嘅太太同埋所立嘅聖約不忠。一位單身嘅姊妹因為咁樣懷孕，而佢想要進行人工流產。呢位丈夫聖潔嘅太太懇求呢位姊妹將個 BB 生出嚟，仲承諾當佢出世之後，會當佢係自己嘅仔女咁湊大佢。呢位單身姊妹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唔去終止懷孕。就咁樣過咗10年啦。呢位謙卑嘅姊妹坐喺我面前，佢好愛呢個仔，仲同我講佢嘅先生努力作出補償，去愛同埋照顧佢哋嘅家庭。呢位姊妹講緊嘅時候，佢嘅先生一直喺度喊。呢位屬神嘅高貴婦女
究竟點解能夠將一個令佢日日諗起先生出軌不忠嘅小朋友視如己出呢？點樣做到呢？因為佢透過耶穌基督揾到力量，同埋佢相信生命係神聖而聖潔。佢知道呢位未出世嘅小孩係神嘅孩子，佢係純潔同埋無辜嘅。親愛嘅兄弟姊妹，世人對尚未出世嘅嬰孩冷漠無情，係極之嚴重嘅問題。神珍惜生命，佢嘅事工同榮耀就係促成佢嘅子女嘅不死同埋永生。身為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珍惜生命。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但願我哋能夠更加慷慨咁同嗰啲迫切需要我哋嘅人分享愛。我要向各位送上我嘅愛同埋天父對佢嚟到世上嘅子女嘅愛，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Thank you, Elder Anderson, for that 感謝 remarkable 安德森長老嘅分享，關於聖職嘅分享。 One Sunday morning this January, as I sat in 今年1月嘅一個星期日，當我坐喺聖餐聚會入邊，有超過12個男青年被支持晉升到亞倫聖職入邊嘅職位，我感覺到世界正喺我嘅腳下改變。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係，世界各地由一個時區到另一個時區，就好似聖餐聚會咁樣，有成千上萬嘅執事、教師同祭司受到支持，並蒙按立，去到呢個終身嘅聖職事工，延伸聚集以色列嘅寬度同埋廣度。每年嘅1月，大約都有10萬個男青年被按手喺頭上。透過教義將佢哋連結到一條清晰明確嘅權柄線，追溯到復興時期嘅約瑟同奧利弗，再連到施洗約翰，直至耶穌基督。我哋教會一向唔中意高調咁做嘢，喺呢度我哋行事低調。雖然係咁，但係睇到呢班啱啱按立咗聖職嘅持有人，以雷霆萬鈞之勢遍滿大地，我喺度諗，以喜樂嘅教會嘅方式，係咪應該喺屋頂上面大聲歡呼？我心諗今日應該要吹號、敲鈸、放煙花，應該要遊行。了解神真正嘅能力係啲乜嘢，令我睇到世俗嘅模式，因為神嘅權柄淹沒大地而被打亂。聖職按立為呢啲男青年開啟咗終身嘅服務，佢哋會發現自己身處喺重要嘅時間同地點。而佢哋嘅參與、祈禱同所持有嘅神聖聖職能力，都產生重大嘅能力。呢個環環相扣嘅連鎖反應係由神所差遣嚟嘅一個施助天使開始。古代嘅施洗約翰已經復活，佢向約瑟同奧利弗顯現，將雙手放喺佢哋頭上，話：我的同工僕人們，奉彌賽亞的名，我將亞倫聖職授予你們。這聖職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為罪的赦免的浸沒洗禮的權約。約翰叫呢項權柄做亞倫的聖職，以摩西嘅哥哥同聖職同伴亞倫為名。喺古代，亞倫嘅聖職持有人要教導教義同協助教義進行。呢啲教義將門徒嘅身份聚集喺未來嘅彌賽亞主耶穌基督身上。民數記明確咁指派亞倫聖職持有人要處理教義器具。你們囑咐亞倫和他的兒子，他們所要看守的是桌子與聖所內所使用的器皿。舊約時代獻祭動物嘅教義已經由救主嘅生平同贖罪成全同取代。呢項古代嘅教義
而家已經被我哋稱為主嘅晚餐嘅聖餐教義所取代。今日主召喚現代嘅亞倫聖職持有人去做同樣嘅事，去教導同埋去執行教義，全部都係為咗我哋可以記得主嘅贖罪。當執事、教師同祭司執行聖餐教義嗰時，佢哋會獲得好似其他人一樣嘅祝福。呢啲嘅祝福係藉由個人領受麵包同水，遵行所立嘅聖約而嚟。佢哋因為執行呢啲神聖嘅任務，因此更加了解自己嘅神聖職責。亞倫聖職被稱為預備聖職嘅一個部分嘅原因，係佢嘅教義令到佢哋體驗到做主嘅事工嘅重任同喜樂，同為將來嘅聖職服務做好準備，以便能夠喺冇辦法預期嘅情況下被召喚嘅時候去施助，包括喺希望渺茫、夢想被動搖，甚至喺生死存亡之際，宣告受靈啟發嘅祝福。呢啲任道重遠嘅期望需要認真嘅準備。教義和聖約說明，執事同教師要警告、講解、勸勉、教導，並邀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祭司除咗做呢啲事，佢哋亦要宣講、教導、講解、勸勉同施助。呢啲聽起嚟好似好繁重，但喺現實嘅世界，呢啲事情都喺世界各個角落自然咁發生。因為主教教導咗佢新執事呢啲職責，年輕嘅會長團開始討論佢哋嘅定額組同教會入邊要點樣去執行呢啲事工。佢哋決定要開始去拜訪教會入邊年長嘅成員，了解佢哋嘅需要，然後去行動。喺佢哋服務嘅人入邊，有一個人叫做艾倫，佢係一個粗魯嘅鄰居，講粗言穢語，有時仲會心懷敵意。艾倫嘅太太汪達已經係教會嘅成員，而正如我哋所講，艾倫係一個好難相處嘅人。不過呢啲執事仲有去幫手，一邊鏟雪同倒垃圾，一邊用幽默嘅方式忽視或者回應艾倫嘅辱罵。要討厭咁樣嘅執事好難，而最後艾倫都開始中意咗佢哋。過咗一段時間，佢哋邀請佢去教會，佢回答：我唔中意教會。佢哋話：但係你中意我哋，嚟啦，同我哋一齊嚟參加教會，參加定額組聚會嘅就得啦。喺主教嘅同意下，佢去咗教會，而且佢一直都有嚟。呢啲嘅執事晉升到教師，喺佢哋繼續服務佢嘅同時，艾倫教佢哋修理汽車同建築。當呢啲嘅教師變成祭司嘅時候，艾倫已經叫佢哋做我的孩子們。當時佢哋正為傳道做準備，就問艾倫可唔可以教佢傳教士課程當做練習。佢發誓佢絕對唔會聽課程，亦都唔會相信教導。但佢同意俾佢哋去佢屋企練習。後來艾倫病咗，佢嘅態度亦都被軟化。有一日喺定額組聚會入邊，佢溫柔咁請佢哋為佢戒煙去祈禱。男青年就為佢祈禱，然後跟佢返屋企，沒收咗佢私藏嘅煙。艾倫嘅健康每況愈下，佢要搬去醫院同埋復康中心。艾倫嘅男孩子一直為佢服務，靜靜咁樣展現出聖職中嘅能力同不虛偽嘅愛。奇蹟繼續發生，艾倫要求接受洗禮，但後嚟佢仲未能夠接受洗禮嘅時候就過咗身。喺佢嘅請求下，呢啲執事一路晉升到祭司嘅男孩，喺佢喪禮上面擔任抬棺人員同演講者。佢哋合如其分咁警告、講解、勸勉、教導，並邀請所有嘅人歸向基督。後來，其中一個艾倫嘅男孩子去到聖殿為艾倫代替施洗，而替代者就係佢昔日嘅執事定額組會長。施洗約翰所講要做嘅每件事，佢哋都做咗。佢哋做咗執事、教師同祭司喺教會各處同世界各地會做嘅事。亞倫聖職嘅持有人所負責其中一件事係聖餐教義。上年我認識咗一位受啟發嘅主教同佢太太，佢哋喺近期嘅一個星期六上晝揸車去佢個仔嘅洗禮會，喺途中遭遇不幸，2歲大嘅女黛絲不幸咁過咗身。第二日朝頭早，支會嘅成員聚埋一齊參加聖餐聚會。
氣氛一片哀戚，大家因為失去呢位完美嘅女孩而傷心。冇人預期主教一家嗰一日會去教會，然而喺聚會開始前幾分鐘，主教一家人靜靜咁行咗入嚟。主教行到上台上，過咗佢平時喺兩位司理中間嘅座位，而坐過去聖餐台旁邊祭司嘅中間。喺嗰個痛苦失眠嘅夜晚，佢懇求獲得理解同平安。佢得到靈感，知道佢家人最需要嘅，同埋佢知會最需要嘅，就係聽到佢哋嘅主教知會入邊嘅亞倫聖職會長同佢哋哀悼父親嘅聲音，宣告聖餐聖約嘅應許。到咗祝福聖餐嘅時刻，佢同嗰啲祭司一齊跪低，向佢父講嘅説話。喺嗰一個悲傷嘅場合，佢講出最有力喺人生入邊最有力嘅話語之一，有着永恆結果嘅話語、教義嘅話語、聖約嘅話語，其中嘅指示將我哋連結到今生最基本嘅目的，亦連結到我哋天父我哋制定嘅計劃入邊最非凡嘅成果。你能唔能夠想像到會眾當日喺會堂所聽到嘅，就係我哋每個星期日都會聽到嘅話語？神啊，永恆的父，我們奉你子耶穌基督的名，祈求你為所有領受此餅之人的靈魂，祝福並聖化此餅，讓他們食用，以記得你子的身體，並向你神啊，永恆的父，證明他們願意承受你子的名，一直記得他，並遵守他賜給他們的誡命，使他們能一直有他的靈與他們同在。然後，神啊，永恆的父，我們奉你子耶穌基督的名，祈求你為所有飲用此水之人的靈魂，祝福並聖化此水，讓他們飲用，以記得你子為他們所流的血，使他們能向你神啊，永恆的父，證明他們確實一直記得他，使他們能有他的靈與他們同在。呢對慈愛嘅父母見證呢項應許已經應驗。事實上，佢哋確實有他的靈與他們同在，獲得永恆嘅安慰。我永遠感謝亞倫聖職持有人確實藉由聖職嘅能力、教義同職責，透過天使嘅施助、悔改嘅福音和為罪的赦免的浸沒洗禮嘅權約，祝福住我哋每一個人，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Reveal
We once lived in a home 我哋 surrounded 曾 by 經喺間四圍都係壯麗樹木嘅竹屋度住，門口仲有一棵好靚嘅柳樹。有個凄涼嘅夜晚，颳起咗一場猛烈嘅暴風，而棵柳樹冧咗落嚟，成棵樹被連根拔起，瞓咗喺度，睇到都覺得難過。正當我準備開把電鋸將棵樹鋸成木柴嗰陣，我哋嘅鄰居就跑咗出嚟制止我。佢斥責我唔應該放棄棵樹，仲語重心長咁敦促我哋唔好搬走佢。然後佢指住一棵仲插喺地下嘅樹根話：如果我哋將捆樹撐返起，剪走啲枝條，再滋養佢，啲樹根就能夠再次扎根生長。我懷疑一棵已經擺到明冧咗而又陷入險境嘅樹，仲有咩可能生還同恢復生氣呢？我推斷，就算呢棵樹真係開始生返，都一定撐唔過下一場風暴。不過，我哋明白鄰居相信呢棵樹仲可以有未來，於是就照佢計劃咁做。咁結果呢？過咗段時間，我哋見到呢棵樹開始扎根，有生命跡象。而家12年過後，呢棵樹生機勃勃，根基穩固，充滿住生命力，並再次成為美麗嘅風景嘅一部分。我同世界各地嘅聖徒見面嗰陣，總會諗返起呢棵柳樹點樣喺好似咩都已經失去晒嘅時候，都仍然保有希望。有啲人曾經對福音有見證，就好似嗰棵柳樹咁堅實同生機勃勃，然後因為一啲獨特嘅個人原因，佢哋嘅見證變得薄弱，最後失去信心。另一啲人就捉實嗰啲深深植根喺福音土壤入邊嘅細小樹根。我一而再，再而三咁受到好多人生故事啟發。呢啲人選擇重新恢復自己嘅門徒身份，返到嚟教會呢個大家庭。佢哋冇將自己嘅信心同信仰好似冇用嘅木柴咁拋棄，而係回應聖靈嘅提示同慈愛嘅邀請，返嚟教會。我喺韓國出席一場支聯會大會嗰陣，有位重返教會嘅成員分享，我好感謝啲弟兄願意接納我信心上嘅不足同軟弱，向我伸出援手，亦都感謝嗰啲仲係對我好親切嘅成員。我身邊仲有好多朋友係較不活躍嘅成員，搞笑嘅係佢哋會彼此叫對方要返嚟教會，重拾信心。我諗可能佢哋都好渴望有信心。對所有渴望有信心嘅人，所以我哋要邀請各位返嚟。我應許各位，只要你哋再次同聖徒一齊崇拜，信心就能夠獲得鞏固。有位嚟自非洲嘅返鄉傳教士曾經寫信俾一位資深嘅教會領袖，向佢道歉並尋求原諒，因為佢自己曾經因為佢關於一項文化傳統嘅教導而受到冒犯，進而離開教會。佢謙卑咁表示，很遺憾地，我在15年前覺得自己被冒犯，這件事使我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我失去了非常多，多到我無法想像。我為自己這一路以來可能造成的傷害而深感羞愧。但最重要的是，我很高興自己找到了回頭的路。所以對所有意識到自己失去咗啲咩嘅人，我哋要邀請各位返嚟，使到你哋能夠再次品嚐到福音嗰份令人喜悅嘅果實。美國有位姊妹離開咗教會好多年，佢返嚟教會嘅故事，對嗰啲因為親人離開教會而悲痛嘅父母同屋企人嚟講，蘊含住有力嘅教訓。佢寫：我可以列出眾多的理由，訴說自己為何離開教會和福音。某種程度上，我也遠離了家人，但這些理由並不重要。離開教會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重大的決定，而是無數個選擇。但我一直都知道的一件事，我的父母確實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並堅持到底。
他們決定要愛我。我無法得知他們流了多少淚，度過多少個無眠的夜晚，也不知道他們在祈禱中替我說出多少真誠的祈求之語。他們沒有因我的罪批評我，反而他們在我處在罪惡中時呼喚我。他們沒有讓我感到自己是家中或家庭聚會中不受歡迎的人，若有的話，也是出於我自己的想像。相反地，他們不斷接納我。他們一定看得出我逐漸變得暗淡無光，但他們知道當時的我只不過暫時無法散發出應有的光芒。我重返教會的路途和離開教會時一樣錯綜複雜，但在回頭的路上，有一件事並不難，那就是感覺回到自己所屬的家了。而家我今日嘅信息係特別要俾所有曾經感受到聖靈，但係懷疑係咪仲有回頭路，或者懷疑自己喺耶穌基督嘅復興教會係咪仲有一席之地嘅人，亦係俾任何喺度勉強持守住或者受到試探想要離開嘅人。呢個信息並唔係挑戰，亦唔係譴責，呢個係以愛同真誠渴望嚟發出嘅邀請，歡迎你哋返到嚟你哋靈性嘅家。我祈求你哋喺聽到救主耶穌基督以下呢項慈愛嘅邀請以及偉大嘅應許嗰時，會感受到聖靈嘅見證。你們現在還不轉向我，悔改你們的罪而歸信，讓我治癒你們嗎？每個星期都有好多人回應救主嘅邀請，藉由重拾門徒身份同參與教會活動，安靜並謙卑咁尋求耶穌應許嘅醫治，同不時流傳嗰啲講法正好相反。我哋教會選擇保持堅強同增強對耶穌基督信心嘅年輕人，前所未有咁多。當有啲喺加百農嘅信徒發現耶穌嘅教訓好難遵守，並選擇離開嗰陣，耶穌轉向佢啲使徒問：你們也要去嗎？呢條就係我哋喺面對個人嘅試驗嗰陣，人人都必須回答嘅問題。彼得俾耶穌嘅答覆流傳千古，又發人深省。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所以，當你思考救主叫人轉向佢嘅呢項邀請嗰時，可以從棵柳樹嘅故事學到啲咩呢？第一，回頭嘅旅程往往並唔輕鬆自在，但係好值得。當我哋將棵柳樹撐起並剪去所有枝條之後，呢棵樹並唔好睇。當我哋捨棄過去嘅路，除去心中嘅驕傲嗰陣，亦會覺得自己好脆弱。而當你將信心專注喺耶穌基督同佢嘅福音，亦即係樹幹同啲樹根度，就會有希望同勇氣去踏出回頭嘅第一步。第二，我哋棵柳樹花咗好多年時間先至恢復到同過去一樣咁宏偉同美麗。而家佢比以往更加強韌，亦都更加美麗。你喺信心同見證成長嗰陣要有耐心，包括唔好俾啲未經思考嘅言論冒犯到，例如係你咁多年嚟去咗邊啊？第三，棵柳樹如果冇咗持續嘅照顧同滋養，就存活唔到。當你每星期領受聖餐並喺主嘅殿度崇拜嗰陣，就會滋養住自己嘅信心同見證。第四，就好似柳樹需要陽光嚟讓枝葉再次生長一樣，當你敏於察覺各種感受同聖靈嘅見證，你嘅見證就會成長。就同棵柳樹需要陽光嚟俾啲枝葉再次生長一樣。你要向艾妙萊克學習，佢咁樣描述自己身為較不活躍嘅成員嘅歲月。我多次蒙召，卻不肯聽。第五，
我鄰居知道棵柳樹可以重新恢復成點，主亦都一樣知道你嘅神聖潛能，以及你嘅信心同見證可以成為點嘅樣。佢永遠都唔會放棄你，所有嘅殘缺都能夠透過耶穌基督嘅贖罪獲得醫治。我見證天國會為嗰啲回頭嘅人歡欣。我哋需要你，我哋好愛你。我見證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佢會賜俾所有返到佢身邊嘅人更大嘅平安同喜樂。佢慈悲嘅臂膀並冇收起，而係向你張開同伸出嚟。返嚟教會永遠唔會太遲。我哋歡迎你，我哋衷心歡迎你返屋企。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When I was 17, 我17歲嘅時候，應承教我嘅朋友何西路易斯點樣游水。於是有一個朝早，我哋決定抽出時間去練習。練習完咗之後，我準備離開泳池嘅時候，我聽到我嘅朋友叫救命。佢喺游泳池嘅深水區浸親。我一邊跳落水去游去救佢，一邊祈求幫助。當我捉住佢嘅手，試圖將佢拉出水面嘅時候，我呢位絕望嘅朋友竟然爬上我嘅背脊，用手勒住我條頸。於是我哋兩個都一齊浸親啦。我竭盡所能咁去浮出水面，同時全心全意祈求神蹟出現。然後我感受到神嘅力量慢而堅定咁顯現，好似有一隻手將我推去游泳池嘅淺水區，將我哋帶到安全嘅地方咁。呢次經驗證實咗先知羅素納爾遜嘅一個寶貴教導：各位在生活中努力接近主的能力時，若能像溺水的人那樣緊抓不放，奮力呼吸空氣，那股來自耶穌基督的能力就會是你的。親愛嘅小朋友同年青人，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關於對耶穌基督嘅信心呢項基本嘅原則。對耶穌基督有信心係咩意思？係咪代表我哋相信佢，或者有見證，知道佢係真實嘅？呢個可能係一個開始，但信心絕對唔止係咁。你有冇諗過，信心就係信賴？試諗下，你最信賴嘅人可能係一位家人或者朋友。點解你會信賴佢哋？可能係因為你見過佢持續不斷嘅愛同埋幫助。當我哋對耶穌基督有信心，我哋就會認出佢嘅祝福，同埋開始同佢建立一個信賴嘅關係。你可以點樣增加你對基督嘅信賴？喺最近一次青少年祈禱會入面，你哋被邀請要靜靜地思量你在生活中獲得天上光束的時刻。試下咁樣做啦。你可以沉思關於基督同埋佢嘅福音同贖罪為你嘅生活帶嚟嘅喜樂作為開始，同時間都要記錄關鍵嘅靈性回憶，即係神與你同在，與你所愛嘅人同在，同埋與經文人物同在嘅時刻。但係，除非聖靈將呢啲見證刻喺你哋嘅心板上，否則佢哋並唔會為你嘅生活帶嚟力量。所以，請沉思同埋記低神係點樣促使呢啲奇蹟喺最合適嘅時候發生。然後用呢個練習作為更接近神嘅機會，就好似係你第一次向天父祈禱咁樣，表達你對佢嘅愛，同埋感謝佢所賜嘅祝福，甚至問下佢對你嘅感覺係點，同埋對你嘅人生方向有咩諗法。如果你真誠謙卑，你會聽到佢嘅答覆，同埋開始對天父同耶穌基督建立個人同持久嘅關係。唔單止係咁，你嘅宗教習慣都會變得充滿意義。例如，你會更加期待去做祈禱，
個人研讀同聖殿崇拜，你會視呢啲為認識佢哋同埋佢哋同在嘅美好機會。要注意，信心因為我哋信賴耶穌基督而萌芽，因為我哋對佢真誠忠信而茁壯成長。如果你想同基督建立真正嘅關係，就要透過真誠忠信咁訂立同埋遵行聖約嚟向佢表明。同耶穌基督訂立聖約會建立希望，而遵行聖約會建立信心。我要分享一個個人經驗。我細個嗰陣，有一日，我發現我嘅媽媽自己一個人喺度喊。當我問佢點解嘅時候，佢溫柔咁樣話：我需要你做一個乖仔。雖然我知道我並唔係佢苦惱嘅原因，而我對媽媽嘅愛同埋信任無人能及。我只係希望佢嘅生活唔好咁艱難。於是，我以一個9歲男仔可以有嘅莊嚴態度，喊住咁應承咗佢，我會努力做最好嘅仔，同埋要佢引以為傲。你想唔想像到呢個承諾帶俾當時甚至而家嘅我嘅力量有幾大？我對佢嘅呢個承諾引領住我嘅生活。做出任何決定之前，我會諗下我嘅行為會唔會令佢高興。我同媽媽嘅關係同埋呢個承諾嘅約束，係我人生中言行舉止嘅定錨。好多年之後，隨住我對耶穌基督嘅認識加深，我已經知道要點樣將我嘅信心建立喺佢嘅身上。我要主訂立聖約同埋努力遵行嘅時候，佢寬恕我嘅罪，引導我嘅生活，同埋將他的愛充滿我嘅內心深處。基督幫助我培養出對佢深切嘅愛、敬重同埋忠誠。你明唔明白點解信心係一項行動嘅原則，同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悅嘅道理？當你嘗試做神所喜悅嘅事，就會好似埃及嘅約瑟被波提反嘅太太引誘嘅時候咁樣講：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而當你面臨對立嘅時候，你會好似年輕嘅約瑟斯密咁樣講：我知道，神也知道，我知道這樣做我會冒犯神。所以，對耶穌基督嘅信心係由忠誠同愛建立出嚟嘅信賴關係，即係話為咗感謝神嘅慈悲之外，我哋透過遵守佢嘅誡命嚟表達我哋忠誠之外。基督應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如果你承諾忠於主，佢會向你顯明佢對你嘅愛。但係你可以點樣面對需要佢行奇蹟嘅困難呢？雖然挑戰在所難免，甚至令人畏懼，但只要我哋無所畏懼咁走向主，就好似2025年鞏固青年大會主題嘅邀請，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懼怕。你可以點樣無所畏懼咁走向主？想像一下，你係一個探索未知領域嘅探險家，為咗克服前面嘅障礙，你需要一道光源。你對神嘅忠信同埋不斷同佢嘅互動，就係呢盞燈嘅燃料。所以，當你遇到黑暗同險惡嘅情景嗰陣，唔會盲目咁走向佢哋，反而可以點着你嗰盞注滿對基督信心之油嘅燈，令希望嘅光照耀嗰條未知嘅路。你過往嘅經驗會增強你嘅希望，相信主會喺旅途入面支持你。憑住
你對救主嘅信心同希望，你可以走幾遠？記得我喺泳池嘅經歷嗎？就喺嗰個絕望嘅時刻，奇蹟以我期盼嘅方式嚟到，但係神並冇答應事情一直會按照我嘅願望發生。我哋嘅信心必須以基督為中心，而我哋嘅盼望係佢按佢旨意所賜嘅祝福為中心。期待奇蹟，但係要讓神在我們生活中得勝。我各位年輕嘅朋友，我哋係幾咁愛同埋信任你哋。你哋屬於神嘅大家庭，係聖約嘅兒女。要相信同埋信賴耶穌基督，佢會幫助你成為佢真正嘅門徒。我邀請你由今日開始培養你同耶穌基督嘅關係，並且承諾永遠都唔會離棄佢。你對基督嘅忠誠、愛同信賴會促使你依照救主嘅樣式咁塑造你嘅品格同身份。你會獲得自信同力量去克服撒旦嘅攻擊。當你犯錯嘅時候，會渴望佢嘅寬恕。最後，你會對未來充滿光明嘅希望。救主會將佢嘅力量交託俾你，去完成佢期望你去做嘅一切，甚至係返到去佢嘅身邊嘅力量。我向你哋見證，唱出救贖之外的歌，同埋永遠被圍繞在他愛的臂膀中所帶嚟嘅快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As directed by Brother 會眾 Anderson, 將會按照安德森弟兄嘅指揮，同唱詩班一齊唱聽各國請聽。之後12使徒定額組嘅戴爾瑞龍長老會為我哋講道，跟住將會由70元漢斯博姆長老講道。This is the Saturday 呢場 afternoon. 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95週年年度總會大會星期六午間大會。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親愛嘅弟兄姊妹，喺舊年10月，羅素納醫信會長教導，現在就是你和我為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第二次來臨作準備的時候。納醫信會長每次講到有關主嘅第二次來臨，都總係好樂觀同喜悅。不過最近有位初級會嘅女仔同我講，每當提起主嘅第二次來臨，佢都會覺得好焦慮。佢話：我好驚，因為喺耶穌嚟之前會發生好多唔好嘅事。呢種感覺並唔係得小朋友先會有。俾到呢個女仔同埋你同我嘅最好建議，就係去跟從救主嘅教導。佢嘅指示既唔神秘，亦都唔複雜。我哋只要跟從佢，就唔需要畏懼或者覺得焦慮。耶穌基督喺佢塵世使命接近尾聲嗰陣，被問到佢幾時會再次來臨，佢教導咗3個比喻作為答覆。而呢啲比喻係記錄喺馬太福音第25章，說明咗我哋應該點樣準備好迎見佢。無論係當佢再次來臨，定係喺我哋離開呢個世界之後，呢啲教導極為重要，因為為迎見佢而做好個人嘅準備，正係我哋今生嘅核心目的。救主首先講述咗10個童女嘅比喻，喺呢個比喻入面，有10個童女要去參加婚宴。有5個好聰明咁帶咗備用嘅燈油，有5個就好愚拙咁冇帶到。新郎即將來臨嘅消息宣佈嗰時，啲愚拙嘅童女就離開去買燈油。佢哋返到嚟都已經太遲，婚宴嘅大門已經閂埋咗。救主指出咗呢個比喻能夠幫到我哋嘅3個要點。佢解釋：到我在榮耀中來臨的那天，我說的10個童女的比喻必定應驗。凡聰明且接受真理，以神聖之靈為指導，又沒有受騙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將承受得住那日子。換言之，佢哋唔需要畏懼或者覺得焦慮，因為佢哋都會存活並且繁榮，佢哋必然得勝。如果我哋係明智嘅，就會透過聖職教義同聖約接受耶穌基督嘅福音，從而獲得真理。跟住我哋就會努力保持配稱有聖靈一滴同我哋同在。咁樣嘅能力必須由個人親身一點一滴咁去獲得，持續私底下作出嘅個人奉獻，會邀請聖靈嚟引導我哋。耶穌所強調嘅第3點係要避免受騙。救主警告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救主知道啲假冒嘅人會試圖欺騙神嘅選民，而好多門徒都會被迷惑。我哋唔應該相信嗰啲虛假咁自稱蒙神派遣嘅人，或者去啲所謂嘅曠野同內屋度尋求無牌貨嘅教導。摩爾門經教導我哋可以點樣分辨門徒同騙子。門徒總係會說服世人去相信神、侍奉佢並行善。我哋應當向受信任嘅人尋求忠告並付諸行動。呢啲人應當係救主忠信嘅門徒，咁我哋就唔會受到欺騙。我哋亦可以透過定期嘅聖殿崇拜嚟避免受騙，咁就會幫到我哋保持住永恆嘅觀點，保護我哋唔受影響，唔從聖約道路分心或者偏離。10個童女呢個比喻入面最重要嘅教訓就係，當我哋接受福音，尋求有聖靈同在，並避免受騙，咁我哋就係聰明嘅。嗰5個聰明嘅童女幫唔到嗰啲冇燈油嘅童女。
冇人能夠代替我哋去接受福音，跟從聖靈嘅引導，以及避免受騙。我哋必須為自己採取行動。救主跟住就講述咗才幹嘅比喻。喺呢個比喻入面，有個人俾咗3個僕人唔同數量嘅錢，又稱為才幹。佢俾咗一個僕人5,000，另一個僕人2,000，第3個僕人1,000。過咗一段時間，前2位僕人都將所獲得嘅錢翻倍，但係第3個僕人就只係將啲錢埋咗落地下。呢個人對前2個將才幹翻倍嘅僕人講：好，良善有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呢個人跟住就訓斥嗰位將才幹埋喺地下嘅僕人，話佢又惡又懶。呢位僕人嘅才幹被奪走，佢亦俾人趕咗出去。但係如果呢個僕人有將佢嘅才幹翻倍，佢就會得到同其他僕人一樣嘅表揚同酬賞。呢個比喻傳達嘅一項信息係：神期望我哋光大我哋獲賜嘅才能，但係佢並唔希望我哋去同其他人比較。我哋可以諗下18世紀哈西德派猶太學者漢諾皮爾的余西亞嘅見解。余西亞係一位著名嘅教師。當佢就快要過身嗰陣，佢開始感到害怕。佢啲門徒問：夫子，你為何要害怕戰鬥呢？你過了良善的一生，神一定會賜給你偉大的酬賞。余西亞話：如果神對我說，余西亞，你為何沒有成為另一個摩西呢？我會說：因為你沒有給我像摩西那樣偉大的靈魂。如果我站在神面前，他說：余西亞，你為何沒有成為另一個所羅門呢？我會說：因為你沒有給我所羅門的智慧。但如果我站在造物主面前，而他說：余西亞，你為何沒有成為余西亞呢？你為何沒有依照我所賜的能力成為應當成為的人呢？這就是我害怕戰鬥的原因。的確，如果我哋冇依靠救主嘅功勞、慈悲同恩典，去光大我哋從神獲得嘅能力，神就會覺得好失望。佢只期望我哋能夠倚靠佢慈愛嘅協助嚟成為最好嘅自己。我哋最初能力各不相同，呢點對佢嚟講並唔緊要，對我哋嚟講亦應該一樣。最後，救主講述咗綿羊同山羊嘅比喻。當佢喺榮耀之中降臨嗰時，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喺佢右邊嗰啲人將會成為佢國度嘅繼承人，而喺佢左邊嗰啲就得唔到產業。用嚟分辨嘅特質就係呢啲人有冇喺佢餓嗰陣俾嘢佢食，喺佢渴嗰陣俾嘢佢飲，喺佢做客旅嗰陣俾地方佢住，喺佢赤身露體嗰陣俾衫佢着，喺佢病或者坐監嗰陣探佢。被分到左邊同右邊嘅人都覺得好困惑。佢哋問主，佢哋幾時俾過佢食、飲、着，或者喺佢落難嗰陣幫過佢呢？救主就回答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呢個比喻所傳達嘅信息好清楚。當我哋為人服務，就係喺度為神服務；當我哋唔為人服務，就會令到佢好失望。
佢期望我哋運用自己嘅恩賜、才幹同能力去造福天父兒女嘅生命。19世紀芬蘭詩人約翰盧德維格勞內貝里所寫嘅一首敘事詩，就展述咗呢種為人服務嘅神聖情操。我同我啲兄弟姊妹喺童年反覆聽過農夫柏沃呢首詩。喺詩入面，柏沃係一位貧窮嘅農夫，佢同太太同埋10個仔女一齊住喺芬蘭中部嘅湖區。連續好幾年，佢大部分嘅農作物都被摧毀，有時係俾春天嘅融雪沖爛晒，有時就係毀於夏季嘅冰雹或者早秋嘅結霜。每當呢位農夫帶佢啲微薄收成返嚟，佢太太就會哀嘆：柏沃，柏沃，你這個不幸的老頭，神已經遺棄我們了。柏沃總係好堅強咁樣話：將樹皮和果蜜粉混在一起做麵包吧，免得孩子們捱餓。我會更努力地工作，排乾沼澤地。神在試煉我們，但他一定會供應我們所需。每次農作物被毀，柏沃就會叫太太將樹皮加倍溝落去啲麵粉度，以免大家捱餓。佢亦都更加努力工作，挖啲溝渠嚟排乾沼澤地，使到佢啲田地冇咁易受春季融雪同早秋結霜嘅侵襲。辛勞咗好多年之後，柏沃終於得到一次豐收。佢太太興高采烈咁話：柏沃，柏沃，這真是快樂的日子，我們終於能丟掉樹皮，只用果蜜來烤麵包了。但係柏沃就鄭重咁握住太太嘅手話：還是在麵粉中混入一半的樹皮吧，因為我們鄰居的田地都被霜凍壞了。柏沃犧牲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富足，去幫助佢嗰啲受苦嘅貧困鄰居。救主用綿羊同山羊嘅比喻嚟教導我哋應該善用得嚟嘅恩賜、時間、才幹同祝福，去為天父嘅兒女服務，尤其係嗰啲最脆弱同需要幫助嘅人。我對嗰位焦慮嘅初級會小朋友同埋你哋每個人嘅邀請係要跟從耶穌基督，並要好似信賴一位摯友咁去信賴聖靈，要仰賴嗰啲愛你亦都愛救主嘅人，尋求神嘅指引去發展你獨特嘅能力，並去幫助其他人。即使咁做有時並唔容易，你將會準備好迎見救主，並且好似納爾遜會長咁，將對此感到樂觀同喜悅。當你咁做，就係協助準備呢個世界迎接耶穌基督嘅第二次來臨，你就會喺而家同未來都蒙福，有足夠嘅希望入到去主嘅安息。正如我哋喺一首新聖詩當中咁唱：歡欣為那日作準備，沒有人知道他再臨的時辰和日期，但如經文所述，那會是大好的訊息。當親愛的救主再度降臨，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就喺我去到田納西州納士維聖殿做聖殿審核嘅時候，我好榮幸可以周圍參觀一下，睇下呢座咁靚嘅聖殿。我對女監護辦公室牆上掛住嘅畫印象特別深刻。呢幅畫名為《繼續前進》，係瑪麗曼拉斯嘅畫像。呢幅畫背後嘅故事係咁：喺1862年嘅密蘇里州，當時14歲嘅瑪麗曼麗斯嘅後母臨終前，佢應承佢會設法令佢殘障嘅爸爸同埋4個細佢好多嘅細路妹都能夠去到大鹽湖谷。瑪麗嘅爸爸臥病在床，瞓喺縫車度，而佢同時間要負責趕住嗰啲拉住縫車嘅牛。
同照顧住細路妹。每日旅程結束之後，佢都要周圍揾食得嘅植物、花同埋漿果去餵佢嘅家人。而指引佢方向嘅唯一指示就係繼續向西邊走，直到雲變成山峰。佢哋嘅旅途橫跨春天同夏天，終於喺9月抵達猶他谷。佢嘅爸爸就喺佢哋抵達猶他郡定居冇幾耐就過咗身，而瑪麗喺嗰度成家立室。呢個感人嘅故事展現出一個14歲嘅女青年嘅信心同力量，亦同時幫助今日嘅我哋去繼續前進。繼續前進用我嘅母語荷蘭話，大概嘅意思就係 Sjoen Dohan， 亦就係我父母畢生嘅座右銘。我嘅父母同外父外母都係我哋家族嘅先驅者，佢哋都曾經跨越佢哋嘅大平原，就好似每日加入教會、進入主嘅羊圈嘅歸信者一樣。佢哋嘅故事同公牛或者縫車可能冇咩關係，但係對未來嘅世代就有同樣嘅影響。我嘅父母喺佢單程嘅時候接受福音同埋受洗，佢哋都經歷過艱苦嘅童年。我嘅爸爸喺印尼嘅爪哇島長大，喺二戰期間佢被逼同家人分開，被困喺集中營。年幼嘅時候喺嗰度遭受咗難以言喻嘅苦難。我嘅媽媽喺破碎家庭中長大，亦曾經飽受飢餓同埋二戰所帶嚟嘅苦難。有時候佢甚至要靠食鬱金香嘅莖部為生。由於佢爸爸嘅行為同埋佢哋之後嘅離婚，佢有時候覺得好難將天父視為一位慈愛嘅父親。我嘅父母喺一個教會活動入面相識，冇幾耐就決定喺瑞士伯恩聖殿結婚同埋印證。佢哋為咗去聖殿用盡所有嘅積蓄。佢哋喺火車站等車嘅時候，根本唔知道點樣維持生計。但係佢哋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而事實的確係咁。佢哋喺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個簡陋嘅單房單位開展佢哋嘅生活。佢哋要用手洗咗衫，幾年之後，終於儲夠錢買一部洗衣機啦。就喺佢哋準備買嘅時候，主教探訪佢哋，邀請佢哋去捐款，讓教會可以喺阿姆斯特丹起一座教堂。佢哋決定將當時為咗買洗衣機而儲嘅所有錢都捐出去，然後繼續用手洗衫。我哋嘅家庭就好似其他家庭一樣，經歷咗一啲苦難。呢啲苦難讓我哋變得更加堅強，深化我哋對救主耶穌基督嘅信心，就好似阿爾瑪同佢嘅仔希拉曼分享嘅經歷一樣。強調由於佢信賴主耶穌基督，佢喺各樣嘅考驗同苦難中都得到支援。兩個喺年輕嘅時候經歷咁多考驗嘅人，係點樣成為我夢寐以求嘅父母呢？答案好簡單，佢哋全然接受福音，而且一直都遵行佢哋所立嘅聖約。我嘅媽媽結婚超過65年之後，因為患咗阿茲海默症，喺2月嘅時候啱啱過咗身。我嘅爸爸今年92歲，仍然住喺屋企。佢喺我媽媽過身前都盡量經常探佢。前一排佢同我嘅細佬妹提到，二戰期間佢喺印度尼西亞嘅集中營入面可怕嘅經歷，準備咗佢，令佢可以喺太太患病同埋病情惡化嘅時候，都能夠耐心照顧佢好多年，同時讓佢做好準備，將照顧妻子嘅主要工作交託俾其他人，唔再能夠再陪住佢嘅嗰一日嘅嚟臨。佢哋嘅座右銘一直都係繼續前進，對基督懷住完全嘅希望，期盼喺末日被高舉，永遠與他同住喺榮耀中。佢哋嘅信心同埋見證，成為佢哋子子孫孫向前邁進嘅動力。我嘅外父外母都係積極返教會嘅人，佢哋喺年輕夫婦嘅時期選擇喺我太太成長嘅村嗰度接受復興嘅福音，而當時我嘅太太只係2歲，亦係佢哋唯一嘅仔女。佢哋因為決定加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而遭受家人同村民嘅排擠。
對佢哋嘅生活造成嚴重嘅影響。經歷咗好多年嘅時間，佢哋為家人送上字條去表達愛，參與社區服務，最後先至得到接納。有一次，當我嘅外父擔任主教嘅時候，佢被誣衊，令佢隨即就被卸任。我嘅外母當時非常傷心，就問佢先生，佢哋究竟仲係咪應該繼續返教會？佢回答話：當然會繼續返教會，因為呢個唔係人嘅教會，而係耶穌基督嘅教會。真相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先至水落石出，大家亦都表示歉意。原本可能令佢哋崩潰嘅事，反而增強咗佢哋嘅力量同信念。我哋嘅父母曾經遭受苦難，但係仍然保持忠信。點解我哋當中有啲人會將佢哋嘅信心同見證視為理所當然呢？我哋係咪覺得佢哋對事情冇充分理解呢？佢哋無論過去定係而家都冇被騙，佢哋只係有太多同聖靈同在嘅經驗，使佢哋可以同先知約瑟斯密一樣咁講：我知道，我不能否認。唔通你唔中意兒童歌盤裏邊關於希拉曼戰士嘅歌咩？我們像古代尼腓一樣，有美好父母，他們愛主，教導我們，使我們了解，要從年輕時遵守誡命。即使你嘅情況未必係咁，就好似我媽媽細個嘅時候所經歷嘅一樣，但係你可以成為嗰個愛主嘅美好父母嘅一份子，為其他人樹立正義嘅榜樣。我哋唱呢首歌嘅時候，有冇感覺到呢啲事情係真實呢？你有冇覺得你像希拉曼的戰士，而你要把真理傳給萬民？我喺幾個鞏固青年大會活動同其他青少年聚會嘅場合入面唱呢首歌嘅時候，都有呢種感覺。或者我哋唱忠於信仰呢首聖詩嘅時候，有咩感覺？真理正義必須維護，錫安青年豈不顧？如有強敵前來侵犯，我們豈就手自誤？不，忠於父母堅定不移之信仰。我要對新生嘅一代講，無論你喺邊度，無論你面對緊咩嘅情況，都要喺前人嘅信心同見證入面學習並獲得力量。你會明白到，要獲得見證或者增強見證，就必須作出犧牲，而犧牲帶來上天的祝福。思考乜嘢犧牲會真正造福你嘅生活嘅時候，請思考一下我哋敬愛嘅先知納爾遜會長所提出嘅邀請。佢邀請每一位配稱有能力的年輕男子都要為傳教做準備，並且去傳教。對後期聖徒年輕男子而言，傳道服務是一項聖職責任。對各位年輕又有能力的姊妹來說，傳教也是一個很棒的選項和機會。你可能會蒙召喚擔任服務傳教士或宣教傳教士。呢兩種傳教士都以各自獨特而有力嘅方式，為同一個目的、同一個目標作出貢獻，就係帶領靈魂歸向基督。你喺兩種服務當中，都能夠向主表明你愛佢，想要更認識佢。請記住，人怎麼會認得他沒有侍奉過陌生的、遠離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我哋所有人，無論係福音嘅第一代定係第五代，都應該問下自己：我要將邊啲關於信心、力量同高榮承諾嘅故事傳俾下一代？讓我哋繼續努力，去更認識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並以佢為我哋生活嘅重心。佢係我哋必須建立於其上嘅磐石，使我哋喺情況變得艱難嘅時候，能夠堅定不移。讓我哋忠於父母堅定不移之信仰，忠於宣教者所獻身之真理，盡心盡力遵神誡命。我們忠貞，奉神永不渝，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
We are most grateful 我哋非常感謝今日所有嘅演講者，亦感謝青少年唱詩班提供嘅優美音樂。我哋要提醒各位，星期六晚間大會將會喺山區日光時間今晚6點鐘喺會議中心進行轉播。唱詩班依家將會為我哋獻唱《哦，耶穌深深的愛》。呢場大會嘅最後一位講道者係12使徒定額組嘅迪特烏希鐸長老。烏希鐸長老講道之後，唱詩班將會獻唱《忠於信仰》，跟住總會慈助會會長團第一支理安妮特丹尼斯姊妹會做閉會祈禱。
Thank you, you beautiful choir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呢個新生一代詩歌班美麗嘅歌聲。喺好多年之前，我同海河瑞喺德國南部旅行嗰陣，係復活節前夕，我哋邀請咗一個非成員嘅好朋友，同我哋一齊參加星期日嘅崇拜聚會。我哋好愛呢位朋友，所以好自然，我哋會同佢分享對救主同佢教會嘅感覺，邀請佢親身嚟睇下。佢接受咗邀請，同我哋一齊參加附近分會嘅聚會。如果你曾經試過帶朋友第一次去教會，你大概能夠體會到我喺嗰個星期日朝早嘅感受。我希望一切都能夠好完美咁樣進行。我呢位朋友受過高等嘅教育，而且係一個好有靈性嘅人。我好期望呢個分會嘅聚會能夠成為教會嘅好代表，等佢留低一個好嘅印象。呢個分會喺租嚟嘅場地去做會，係一間超市嘅2樓。我哋必須要行建築物嘅後樓梯，先至會去到聚會嘅地方。一路上都能夠聞到存放商品所散發出嚟濃烈嘅氣味。當聖餐聚會開始嘅時候，我知道我朋友係第一次嚟，所以我忍唔住注意到幾件令我有啲小尷尬嘅事。例如唱聖詩嘅時候，聽起嚟唔似大會堂唱詩班咁好聽。聖餐儀式進行嘅時候，仲會聽到好多好動嘅小朋友嘅吵鬧聲。演講者佢哋盡力去分享，但係佢哋嘅演講技巧唔係咁專業。成個聚會我都坐立不安，心入邊希望或者主日學嘅表現會比較好，但嗰件事並冇發生到。成個朝頭早我都喺度擔心我朋友對我哋帶佢嚟呢間教會嘅諗法。喺我哋開車返屋企途中，我擰轉頭同我哋嘅朋友傾偈，我想解釋呢個只係我哋嘅小分會，唔能夠代表成間教會。但喺我開口之前，佢首先講：啱啱嘅聚會好好。我一時間啞口無言。佢繼續咁講：我好鍾意你哋教會入邊嘅人對待彼此嘅態度。佢哋睇落有唔同嘅出身同背景，佢哋都彼此真誠相愛。呢個喺我心中，基督期望佢教會要有嘅模樣。我好快為自己嘅壟斷嘅態度而悔改。我原本期望有一個十全十美嘅聚會，令我嘅朋友可以留低深刻嘅印象。但係嗰個分會嘅成員心地善良，充滿愛、仁慈、關心同關懷，贏咗我朋友嘅好感。親愛嘅兄弟姊妹，親愛嘅朋友，我愛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呢間係救主真實而活着嘅教會，教導耶穌基督復興嘅圓滿福音。呢度有佢嘅聖職能力同權柄。耶穌基督透過佢召喚同授權嘅僕人，親自帶領住呢一間教會。佢已經授予後期聖徒一個特別嘅任務，就係聚集神嘅兒女，讓世人為救主嘅第二次來臨做好準備。我見證呢啲都係真實嘅，但好重要嘅係，我哋要記住，大多數人第一次嚟到基督嘅教會嗰陣，佢哋唔會諗到聖職權柄、教義或者聚集以色列嘅事。佢哋最可能注意到嘅係佢哋同我哋相處時嘅感覺，以及我哋對待彼此嘅方式。耶穌說：彼此相愛，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好多時候，一個人對耶穌基督嘅第一個見證，會係嚟自佢喺耶穌基督嘅門徒嗰度感受到愛嘅時候。救主宣告佢復興咗嘅佢嘅教會，好使信心得以在世上增加。當其他人嚟拜訪我哋教會嘅時候，救主會希望佢哋能夠帶住對佢更堅定嘅信心走出教會。我哋嘅朋友喺我哋當中所感受到嘅愛，會提升佢哋，令佢哋更接近耶穌基督。呢個就係我哋每次聚會嘅時候，我哋單純嘅目標。任何追求對基督有更大信心嘅人，或者同天父有更緊密連結嘅人，應該會覺得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會讓佢哋有家嘅感覺。邀請佢哋嚟到教會，可以好似係邀請佢哋嚟我哋屋企一樣，咁平常、咁自然。我知道我所描述嘅係一個好理想嘅情況。喺塵世生活入邊，我哋好少可以處喺理想嘅狀態入邊，而且直到完全的日子嚟到之前，理想同現實之間總會係一段距離。咁當我哋覺得教會唔似嗰啲完全嘅日子嗰陣，我哋要點做呢？當我哋嘅支會出於任何嘅原因，唔能夠讓我哋培養出完全嘅信心同愛嘅時候，係要點做呢？或者當我哋覺得無法融入嘅時候，又要點做呢？有件事係我哋唔應該做嘅，就係放棄追求理想。摩爾門經標題頁有呢段重要嘅警告：如果有錯誤，那是人的過失，因此切勿指責神的事。如果一本書、一間教會或者某個人有錯誤或者過失，佢仲算係神嘅事工咩？我要大聲咁回答，係。所以當我哋自我期望要向主嘅高標準睇齊嘅時候，讓我哋對彼此都有耐心。每個人都喺度進步緊，而我哋任何嘅進步都要依賴救主。呢點適用於我哋每一個人，亦都適用於神喺地面上嘅國度。主邀請我哋唔好只係加入佢嘅國度，仲要熱心建立佢嘅國度。神嘅願景係一群一心一意嘅人民，要團結一心。我哋必須心地純潔。而咁做需要經歷巨大內心嘅改變。呢個唔係改變我嘅心去同你有相同嘅諗法，亦都唔係等於改變你嘅心去同我嘅心意一樣，而係我哋都改變我哋嘅心去同救主嘅心意相通。如果我哋仲未達到呢個境界，請記住，有主嘅幫助，冇嘢係做唔到嘅。如果你覺得自己唔係好融入到教會，要知道你並唔孤單。我哋唔係曾經都試過喺人生某一個語境下面，覺得自己係一個局外人咩？我曾經唔單止有一次咁嘅感覺。11歲嘅時候，我哋喺家庭被迫離開家園，搬到一個陌生嘅地區，嗰度嘅一切同我熟悉嘅環境都唔一樣，而且我嘅口音亦令到其他小朋友清楚咁知道我同佢哋所熟悉嘅唔一樣。嗰陣係我最需要朋友同歸屬感嘅時候，但係我就感覺到好孤單同格格不入。喺世界上，我哋所注意到嘅大多數差異，亦係某啲人用嚟區分我哋彼此嘅差異，都同世俗嘅事物有關，例如外表、國籍、語言、服裝同習俗等等。但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喺佢嘅角度，有一個類別比其他一切更為重要，就係神嘅兒女。
而我哋全部都屬於呢一個類別。想同外表、言談、行為、想法同自己類似嘅人一齊，係好自然嘅事，亦都有咁嘅場合。但係喺救主嘅教會，我哋聚集神所有願意被聚集去追求真理嘅兒女。我哋唔係因為外表、政治觀點、文化或者種族淵源而聚集，使我哋合一嘅係我哋嘅共同背景，而係我哋嘅共同目標。我哋對神同鄰人嘅愛，仲有我哋對耶穌基督同對佢復興教會嘅承諾。我哋在基督裏都成為一。我哋所尋求嘅合一，並唔係要令每個人都有同樣嘅立場，而係要令每個人都望住同一個方向，朝住耶穌基督嘅方向。我哋合二為一，唔係因為我哋去過邊度，而係因為我哋努力要去邊度。唔係因為我哋而家係一個點嘅人，而係因為我哋要努力成為一個點嘅人。呢個就係基督真實教會存在嘅意義。如果你愛神，如果你想要藉住跟從佢嘅兒子嚟更加認識佢，咁你就屬於呢個教會。如果你熱切努力咁去遵守基督嘅教命、基督嘅誡命，就算你而家做得唔完美，你都係非常適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但如果你同周圍嘅人唔一樣，咁點算呢？咁唔會令你變得唔適合，反而會令你成為基督身子所需嘅一部分。基督嘅身子需要所有人，耳朵能夠察覺眼睛無法察覺嘅事物，腳能夠做到手唔方便去做嘅事。咁並唔係指你需要將每一個人都變成同你一樣，而係解作你可以作出重要嘅貢獻，而且你有重要嘅嘢需要學習。總會大會嘅每一個場次，我哋都能夠蒙福，聽到才華洋溢嘅唱詩班，帶嚟鼓舞人心嘅音樂。聽嗰陣，你可能會注意到，並唔係每個人都唱緊同一個音，有時係呢一區唱主音，有時係另一區，但係佢哋都為美妙嘅樂音作出咗貢獻，而且佢哋完全融合埋一齊。每位唱詩班嘅成員都有住相同嘅中心目標，要讚美神，要提升我哋嘅心靈去接近神。佢哋每一個人嘅心思意念都專注喺呢個相同嘅神聖目標上。當佢哋做到呢點，佢哋就真正能夠唱出合一嘅聲音。如果你仲未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成員，我哋邀請你同我哋一齊歡欣，一齊唱救主救贖之愛的歌。我哋需要你，我哋愛你。如果有你為主同佢嘅兒女去服務，教會會變得更好。如果你已經透過洗禮與神立約，表明你渴望進入神的羊圈，被稱為他的人民，感謝你參與呢項偉大而神聖嘅事工。感謝你讓耶穌基督嘅教會成為救主期望嘅模樣。我喺我嗰位德國朋友身上學到，我哋對神同佢兒女嘅愛係強而有力嘅見證，向世人表明呢間教會確實係救主嘅教會。願神祝福我哋有耐心同勤奮努力，以達到我哋嘅救主、救贖主、夫子為我哋訂立嘅期望，好使所有人都能夠認出我哋係佢嘅門徒。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
Our dea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親愛嘅天父，我哋非常之感謝我哋可以喺呢個大會裏面，我哋好愛你，我哋都好愛你嘅兒子，我哋好感謝佢嘅贖罪犧牲，佢俾我哋嘅希望，同埋俾我哋嘅永生。我哋好感謝我哋嘅先知。我哋為佢祈禱，為我哋嘅先知祈禱，去支持佢，希望佢可以有力量。我哋都非常之感謝你，天父，感謝呢個教會，祈求祝福世界各地嘅人，一啲經歷緊痛苦或者困難嘅人，幫助佢哋，祝福佢哋可以感受到救主嘅愛，亦都可以感受到平安。無論佢哋嘅環境處境係點樣都好，都祝福主傳教士，幫助佢哋可以揾到一啲尋找緊福音嘅人。我哋祈求來自你嘅力量，希望我哋喺呢個大會所聽到嘅講道都可以支持我哋，幫助我哋成為基督嘅榜樣。我哋愛你，我哋咁樣嘅祈禱，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
係你啦。Broadcast of the 呢 Saturday 場 After 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95週年年度總會大會星期六午間大會嘅轉播，演講者皆選自教會嘅領袖。本場大會嘅音樂由居住喺猶他州北部地區嘅男女青年組成嘅唱詩班提供。歡迎所有人收看並分享本場大會，以及於 churchofjesuschrist.org 上提供嘅其他大會嘅信息。本轉播係由邦尼維爾傳播公司提供嘅公眾服務節目，可作個人及家庭喺家中或教會內非商業用途。Copyright 2025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orporated 版權所有。